现代台语版圣经撒迦利亚书第2章。我搁举头看，看见一个人手提粮束。我问伊：你要去倒位？伊甲我讲：要去让耶路撒冷，看伊偌阔偌长。后来，甲我讲话的使者出去，阁有一个使者来接伊，对伊讲：你赶紧去甲迄个少年人讲，耶路撒冷要成做无墙的城，人甲精生客甲满满。上主讲：我要用火做墙四面包围保护伊，阁我的阳光要临在伫迄内面。上主讲：走，紧走，对北方的地逃走转来，因为我以前有甲恁赶散去全地逐所在。走，住伫巴比伦的锡安子民，紧走哦！上主万军的统帅显出阳光了后，找我去抢掠伊的子民的列国遐，讲：吸着我的子民，就是吸着我的目睭人。我要下手攻击因，因会互因的怒力抢。迄时，恁就会知是上主万军的统帅找我来。上主阁讲：锡安的子民着欢喜唱歌，恁看，我要来，要踮伫恁中间。迄日，有真济国会来归我上主，做我的子民。我要踮伫恁中间。安尼，恁就会知是上主万军的统帅找我来恁遮。上主要得到犹大做伊伫圣地的产业，伊要搁建耶路撒冷做伊的城。所有的人伫上主面前拢着肃静，因为上主对伊的圣所倚出来。